太本好了种人的，像啊空客人啊，空客人啊，拢个人种啊，种草啊。用木土的方式来栽种哦，费时也较费工啦，但是做出来的水果哦，大家吃到较安心。安尼主要目的都做安全的水果，分大家就接触度较高，安尼都就加出来。种花咱客家人吼，差不多有16万人，16万人吼，我讲合法的吼，拢集中伫种花嘅理念镇搭附近的，其中理念镇去到。讲起来吼，客家一家语言吼，文化吼，慢慢的流失起来。你啊后生人啦，啲三代拢唔好讲客家话的啦，所以吼，啊你要善忘，你啊客家文化要流传下去，但唔好对不起人哋祖先。春意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江凉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泪风素年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望。秋处处甜桂圆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你在南种花嘅二林乡。一特别系第一群强强的本人家田边睇嘅客家乡亲，家头嘅祖先因为历史背景嘅关系，使到也特别来上京落档，较多系耕种为主，按样代代相传。今日就听嘅民族，乡下来啲二林乡，你品尝菜地嘅小食，客家当归水果嘅秘密哦，来哩！种花烟西南海顺嘅二林，平蒙蒙嘅奶牛柚皮，自古以来就系农业嘅大镇。无话老特种强菜果子，含卡系产量丰富，葡萄咪系青头嘅。有啲果农老金香葡萄、老布香葡萄，自家焗做酒，下后奉两个第一道味嘅种成功，本二林嘅农产含卡丰富，除睇种下强强嘅景色。古朴嘅古迹，还卡咩有历史意义咯。哎，民族你来啦！啊，欢迎欢迎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哇，今日这边来到你啊，谈到你间仁和宫有百多年的历史，系嘛？哦，300年了。真假的？对啊，3级的古迹了。哇！你们来就看到你个，这是因为。客家人跟这种关系吗？港中人，你们全部港中嘛？啊，牛的就会沿路带，港中的做奶油嘛，奶田，对，奶田。我说还看到一松贝啊，还有以木球样的色彩，有木球样的祝福诶。明仔个牛肚做的丝丝好运土，还有还看一下，明仔牛嘴做的嘛个。万年太富贵哦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，你还要给牛狗啊，其实我下工作的春前温笃笃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春前温笃笃，名牛角，春前温笃笃。苗两片嘅木叶用强调撑蛋，雕刻功夫用强，古朴雅致，烟火强，通过係乾隆初年創建嘅，主要拜嘅係媽祖。人講嘅二林馬，雖然講長過幾下擺，都見還係保留嘅好多廟嘅特色。地圖嘅文物豐富，無論係色調、書條，也嘅技法全部都同有。貴殿古色古香，高台莊嚴，香火蕩漾，係蔡天人嘅信仰中心。
参访的有100年历史嘅古迹过后，听听叶太国嘅脚步，来去老蔡天人向下说走了。我嚟吃一下酒吧。你是迄人嘅我太太啊，我朋友啊，东江诶，普通的啦。太君你好。糖贡牙倒闭的蛋饼全部是手工的哦。系啊，真的哦。哎呀，这对掉一分了，吃看到吗？好啊，看到什么街啊？原味的好。哦，好。你也是客家人哦？系啊。硬度好啊。係啊，都彈公托嘅托客人呢。當公托的。吃酒又吃饱，幾日嘅條路正走到又好。手工老實嘅香煎卵餅，從起切水來講係清沾到嘅，屁股最充滿嘅香蛋味，也是係當數到蔡天人中意嘅酒哦。摸一下嘅小碌碌嘅卵餅就希望咧。哇，呀個蛋餅啊，看起就冇 Q 樣誒。好吃的。盲食。是烤那的。哦，是烤那的。難吃食講啊。好吃嗎？好。好好吃哦。做得啦哈。而且看老板壓成餅皮啊，嘿，酥酥脆脆，有一些像餅的樣誒。你要用手工做，當然嘛好吃，用熟啊。俺們有一個這個特色。真的，而且是那個古早味啊，就是加那個蔥卵就好誒。錯啦，因為老頭蟲啊，個米絲就出來。剛剛講到有咁多人啊，就是不管係學生嘅啊，上班的人啊，吼，全部都走成為來特別買酒吼。現在食到老嘅呢，食到太了。真的吼。20年的店嘅。咁所以睇過，呀特別嘅客家人啊，一開始做乜會想到啲啊？較早吼，呀有啊那延伸農場啊，按頭祖廟嘅就客人下來開墾，開墾了感覺講，又唔會土地又唔會結爛，就嚟啲咩耕種做事，就下來因為開始種番薯啊，就是絲田改良農業為主啦。咁有冇看咧？天幾道胎咧？多啲下藝啲，天時都藝要有樹咧哦，邊樹咧天天胎了。天六胎啊！哇！嗱，拉都天唔胎了。我今有咩有？啲大部分都係講河洛話嘅南莊話平陽蛋糕，係第二群本人嘅甜餅體嘅客家鄉親。佢下頭嘅老祖公因為頭路嘅關係，他要係啲民國初年嘅時節，啲土種苗曬過來，係啲野味。雖然都見平常生活幾件聽唔到客家話咧，不過山地地度嘅苗、祠堂、老火房屋，卻用當清楚嘅記錄點嚟談甜餅唔同嘅歷史。哇，太哥，加一下過來，加下就看到那些田之間啊，有懂得種柚子，現在也特別有葡萄，所以你裡面特別怎麼產那麼多多樣化的柚子都啦？金香葡萄磨一條係嘛，大家都專作做玫瑰紅嘅酒嘅最好的葡萄。宜林鎮所有嘅良田啊，算到了嘅呀，一號田帶啊，田帶奶牛當皮，奶牛也有皮粉了頭，對，水分也有啦，有充足啊，所以人哋就嚟種了所有嘅水果類白樣哦。原來蔡天人種嘅作物，未經田定歷史，也係政府嘅政策來改變咯。江福橋啊！哦，係哦，人哋做嘅，宜林後里嘅江福橋哦，人哋服侍人哋，服侍人哋3年組哈，呀，管身體權。啊，來到啲管工啦。這是客家的聚落。人哋做嘅客家人嘅廟宇啊。真的。真懂啊！全部懂鬧嘢咧。哦，係啊，大家好。哇，很鬧嘢咯。哇，一條當年下豬頭都要特別來炒料哦。真的哦。呀，錯啊，樹下錯啊，太咁啊，嚟嚟料。而且糖工也特別全部客家人啊。啊，你係啥係？呀，這就俺媽媽。啊，真的假的啦？佢河洛人加來客人哦，而家唔止佢河洛人，
伊迄讲妈妈，你迄讲真紧的嘛？真紧的啊！跟你那有检讨的呢？跟阿亲妈妈呢？你有检讨？那我听伊妈妈。没有检讨。妈妈咁做在凊彩讲诶，那查某阿妈妈。唔咩啊，阿婆你听讲的讲，泰国有检讨，因为你看迄个挺后生的，按样讲做对嘛吼。做对，凊彩做对，啊，好了，人家来客家庄哦。哎呀，做起的哦，说客人咧烦恼。做起的阿公阿婆，伊唔可以讲好咯。啊，所以阿妈妈。佢好多人來到客人，就佢冇學客化做唔得。热热的才会好吃，对不对？香暗香，暗香啊，很赞的啊！有位客家協會哦，個理事長，總理事長。理事長你好。no。哇，嗰個理事長一定要全部你幹嘅係冇？唔咩講呢度嗬，一定太子。講呢度嗬，都唔得牙幹嘅嗬。因為嗬，當時時節嗬，客家人嗬，會講呢度雙倍啦，先到雙倍下來啦，先到會睇到過來嗬，會到我準時、我親切，一家文化帶過來一家妹子會帶過來，所以當時節我做嘛就係妹子。最終嘅目的就講客家語嘅精神嘅寄託，要佢思想嘅，佢足球會合作起來，所以我哋同時就下來，然後會打兵會。原來是這樣子。在文獻記講，總發現大約係有16萬邊內嘅客家人口，唔過係因為環境關係，無語洋蔥嘅流失，擬定嘅客家鄉親為到傳承年代有嘅文化。廣福宮就變做強健嘅希望留寄託的，接下來靠下來的路嘅親密識了。哇！來到地方巷啊，一定要來一下傳統市場。當中的前頭菜地嘅後面是香港到20市場地度有一間快85年嘅老店，而且來到呢度邊一定要來吃食看呐。睇下有啲看呐都好食咧哦。20市場老路嘅連蛋，平常早晨頭就做得感受到久份嘅熱潮。其中鹽埔宮頭前14嘅前鬧熱，另外部建築全部都係水泥嘅房車，當有工藝哦。香港第四行嘅地度有一間鋪板，無論係馬街時節，仲係草嘅美味。在哪裡？在哪裡？啊，你來一看啊，生意好好哦，這應該係條街肉。哎呀！主持人真漂亮哦，陈民主阿朱哎，冷静，真漂亮。你好熱情哦！聽說哦，你的炸粿啊很有名，90年的，90年了。我剛才講80年，90又漲5年了。蔡姐，我可以請問一下，你係客家人嗎？唔係，你不是哦。可是你講的客家話好可愛哦。都好笑。都好笑，不會，很可愛，很可愛。哎，你怎麼會講？因為亞島畢業都是客家人嗎？阿基蟲，阿基蟲，阿基蟲。那你很厲害耶，因為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懂得語言都會，你該不會也會英文吧？英文 ，Thank you。今年嘅三台，啲健身人嘅在行有破板太王嘅好名聲，除咗當然鹽鮮齊齊嘅食材以外。對油嘅使用咪係特別嘅注意，連下馬街都貴嘅時節，老店唔起價，老菜天然做盤，沒想到嘅遊客上菜來食咯。讓我試試看好不好？我要從失敗當中成長。好燙哦！他們一直噴油上來了，可以嗎？可以。好大顆，好大。夏天的偶爾才大，真的，這樣可以嗎？可以可以。還要再放手這一點點，這樣子，手這樣。這麼多，慢慢來，很好玩哦。沒有，在這裡工作很辛苦，我在這裡待10秒鐘我就快瘋掉，天哪！懂捏了，我要放下去哦。好，可以，不要碰到別的哦，要不然會破掉哦。好燙哦，它一直噴上來耶。
大姐，你嫁过来第一年然后就来炸柜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后悔？那时候啊，笨笨的也没有再想那么多啊，就直接嫁过来了。可是哪科你家做都很开心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现在全部都会炸，对不对？会哦，都会炸。你也是传承的人哦。对呀。好厉害哦！做得了詳細禱告，啲爆食材嘅高層地度，麥啲腦背嘅鐘，行去圓圓嘅麥嚟要麥，總唔係要碰嘅哦。爆辣泡嘅時節，未愛見變面，兩就係泡板好食嘅原因。皮要泡到肚好熟，就算係冰冷嘅，未唔會變到軟軟哦。太慶啊，快天豆啊！這個90年的老店。真金不是蓋的，因為俺剛剛啊，這個你做的時候好多人來哦，而且堂哥還有你最外線是 TBA 樓牙色吼。對對對。好，那我趕快來吃，這樣炸起來熱熱的才會好吃，對不對？冷了也很好吃。哦。香，暗香。哇，暗香啊！很真的哦，給它弄杯皮啊，泡泡一層，酥酥脆脆聽聽。哎。薄薄的脆脆的皮。哎。皮蛋，你要特別做的醬料，好搭哦，好讚哦！來吃吃看那兩個炸口快脆哦，快脆，很鮮甜呐。哇！這都現在仲算低工，這麼人家要從外地來耶，因為這種味道啊，我可以說我第一次吃到哎，真的，那古早味的。而且你調的這種炸粉好特別哦，香酥脆，對，又香又酥又脆，這個是算是不能透露的秘方嗎？自家做的，自家做哎，自家做，90年前就按樣做好了，哎，就一直都是這個味道。對對，懂對不對？我剛才看你這樣忙進忙出吼，這麼多客人來，你的個性就很活潑、很開朗啊。然後每一天都感覺人家來吃東西，不是只是吃到好吃，而且也被你快樂的氣氛感染。很多人都這樣子，每個人都心情不好來找你吃貴嗎？他看到我都笑嘻嘻的。真的。真的。那大姐，做90年真的很不容易啊，有沒有是傳承下來一定要堅持守住的？粉要薄，扎實，很扎，料要扎實，哎，扎實。還有這個火候很重要。對啦，你講到重點。火候如果太大了哈，會比較焦。對。啊，太小了也不會脆。重點要自己做。真的。還有米糕啊、粿啊，都是自己做的，這樣。而且還有發現到，剛才大姐講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那個油紋董蔥腰啊，剛才看一了董蔥全部用泡的，用炸的，它吃起來你不會覺得它是油膩的。對對對，重點。重點。啊，聰明啊 ，Give me 5。腦杯酥底度甜又多水，係泡板貼片嘅口感。本人家軟唔吃，熱後生得熱後，用心老誠心，就係老店一路行過來嘅堅持。接下來，第2年共有市場底度有一間餅店，除咗主要係雪餅以外，還有豆腐花、現打嘅果子水，一到就想到嘅餐廳人，唔來就做唔得咯。聽說啊，你這邊所有嘅料全部都係20在地的食材，是不是？對啊，對啊，對啊，對啊。真的。像地瓜就是用我們20的啊。米也是啊。米也是做這個糯米，粉圓，湯圓。而且聽說你們的這個粉圓是最有名的湯圓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純糯米。好 Q 哦！不錯，等一下冰用下去會更 Q， 更好吃。那我要吃你自己做這個呢？這個粉粿，粉粿嘛，好捏，剛做好是不是？剛做好的。還有什麼？還有你去哪州哎？可以5種，還有地瓜，5種料賣多少錢啊？35啊，35。35，太便宜了吧？不會啦，鄉下地方不能賣太貴啊。天哪！不然3天就倒店了。啊，你賣多久？我賣20幾年，我老爸也賣超過20年。天哪，那就是已經快要一半甲子。半世紀的老店了，你看這麼多料哎，等下再刷冰上去就變滿滿的，嘴了。講到雪餅，青蔥油嘅就係皮料，料到尾嘅紅頭味、綠頭味，全部都係聞到綿綿，保留嘅簡單嘅香味，唔過又唔會甜到側心，食醬到像寶石樣嘅，
搭配水边淋滴蛋糕嘅糖水，真嘅係熱天地度天心涼嘅幸福明星。大哥，这真的是太幸福了！我的现在要给搅搅啊吼！天哪，拿到素蛋糕，你就觉得刚才的热气、暑气已经消了一半了。不是贵讲嘅，可是好食肉嘅，而且也係紅肉嘅紅龍果，哇，甜分嘟嘟好，還加呢家嘅水分又當當。整个人从心里面开始凉出来耶，好清凉，而且你刚刚吃到你这边在地的地瓜，天哪，你有蜜过还炸过是不是？有蜜过，好好吃哦！我们是用那个麦芽糖下去蜜的。还有这个粉圆、汤圆、小汤圆，汤圆。嗯哼，真的很好吃哎！而且你每一样东西都是真材实料，荤贵。荤贵啊，荤贵。Q 哈，有够 Q 了哈。好好吃。不要太感动，不要太感动。好好吃。大哥，可是你为什么全部还要坚持能够手工的就手工做啊？我都是手工，不然就用有办法在地食材，我就用在地食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老爸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我接他的手就也不要把它转变了，也不要改变了，不然老客户来没有吃到原来的味道，味道会变，始终如一。而且如果用在地的食材，它会比较新鲜啊，好吃就是在这里。泰哥，有没有人啊是从爸爸那一代开始吃，到现在可能已经40-50岁了？有啊。真的以前约会都没有什么咖啡厅，都是来冰果室啊，就是在我们这里约会啊。约会已经结婚，然后再生孩子，他的孩子又生孩子，真的，已经可以说已经第3代了。哦，这边根本就是爱情的萌芽地。啊，那以前呐，现在比较少人来这里相亲了。比较少人来这里相亲。本店嘅大部分配料对食材制作到成品，大家全部都係自家做，尤其係自家弄嘅新鮮嘢，老一般看到嘅板葉冇共用，食起來口軟就係家嘅特色。無論係搭配豆腐花，亦係啲八寶餅底度，真勁係配到凍度好。尋日拜訪各地老嘅巷弄嘅，仲係會尋到百香嘅好明星，萬哪嘢都有驚喜。食2個後，就聽到民族共下來嚟探訪菜天有逢2個王子愛好嘅車前口泰哥。泰哥，嘿，泰哥，泰哥 ，Hello， 哇，你好，嗨，車前口泰哥，菜天客家人，元旦係做裝潢業。下後轉向，聽聽阿爸向下學做工種，佢堅持愛種果子之前要先種草嘅。啲零沙看起來就像我嘅窮樣，不過咩可能係因為咁樣嘅堅持，本佢種出來嘅紅綠果，喺抗旱嘅環境之下，特別嘅香甜哦。你有冇按呢啲甜食都要這樣做嘛？該？那都留出來吼，你做木頭嘅，침時間都要煎。啊，可是很暗烟呢。咩啊磨煎吼？好热。磨煎咱要做些咧菜蟲吼，佢蟲嘅較無白去過嘅蛋啊，過嘅冇較濟。是。等下就試過啦。我來開始，我連轎車都不會開哦。有餐。真的嗎？是自排。自排啊。好了，我連自排手排都不懂，但你教我來吃看好不好？好，走對對，你炒什麼？好。然後你夾。夾。夾菜。哦。要這樣，加油！走啊！耶！轉了，大步來。
己每天一直除草，而且啊，刚刚开狗你没有讲，我才发现它这个小已经到我膝盖嘞，全部都在做。越草的越大吼，越好啦。越大越好我希望佢生越夾越好。养分越多是不是？國內佢生長越好，佢要專，佢什麼個皮都專門個皮分了植物色。哦，啊沒有辦法，不用給買個除草機啊，要買。做唔定係做模土嘅，模土嘅要搭履歷 GM 部嘅，做唔定做，然後後邊識嘅。兩種特別嘅自然農耕法，就係很多草生栽皮，老自然共生共存，且對每些肉嘅完全係用人體嘅方式來割草嘅，來防止蟲害。種出來嘅風涼果，仲做得係有天然嘅香味，水味特別清甜哦。那個剛剛按你除後草，也好嚟做乜嘅咧？剪了用毛路用嘅筍嘅，了個細件用嘅筍嘅啊，我來修剪一下。你剛剛剪的是像這樣子，是不是？為什麼要剪掉？因為個毛路應該適應用啊。哦，為了營養素。啊，那剪斷時咩意思？叫我削皮，啊削皮來用開花哦，叫我削花去，唔好削筍嚟去。松柏沒有稀溝呀，跟火龍果葉。可是啊，我發現你這些火龍果都有撈給套袋耶，是因為沒有撒藥，很多蟲。有兩個功用啊，一個黃果，一個它着色會比較漂亮，比較均勻。你倒邊有大字誒，沒有開花誒，是不是給大字撈開花？它很近的時間啊。佢多同一個時間有三批，一批都我剪得咧，對，一批開花，一批長長出來籽。它有3種 Q 哈了。Q 啊，大部分都安尼。那這樣子一年做的菜數幾百？18擺。哇哦，那這樣子算是黑公有撈給照顧好的吧？我們這收成是很可觀的，對不對？冇看時運啦。沒有看時運。那風材嚟打到冇辦法冇好。哦，對。唔都數據唔多。真的。用塑造亦係用無危害環境嘅方式來相從嘅染紅。雖然做唔得完全做到當好，不過太過講，要從顏色就代表果子係清天然抗菌嘅。火龍果年代上đến熱帶，種到副熱帶嘅台灣嘅世界，經過長時間嘅馴化，已經適應嚟菜體嘅甜食。不過還係要用椒講來補熱講嘅唔足，還加暗布頭嘅保溫，將做得順利開花大籽。那個壓下了高安用的菜蔬，對不對？可是我剛才發現啊，除了你要有套袋，有藍色網子、黑色、白色之外，佢夾邊咩冇 Q 用誒？夾邊分梯次。哦，分梯次。對。所以這個密碼只有你知道而已。遊客也知道。遊客也知道。很容易解碼。那綠色梯一皮的啦。哦。梯一皮可能就冇剪刀，也講較冇熟。哇！我看到了，看冇熟。剛大個就看到個火龍果凍漿誒，成熟度100%，佢一夾哈冇乾鐵的，拖落來。這要你要做件好了。做得。好啊。好，做得不能剪。不能剪嗎？當然要剪。好，而且都奶。佢剪刀扎到裡面，哈，插入去，好剪落去。哦，哎，泰國家也給我剪的麼？唔是，也較長都用做得用家經驗保鮮。好啊，那我自己來拆一顆好不好？好。這邊綠色不行啊，肯定不行。這個粉紅色。你得做得啦，你按你名哈，你得做得。可以嗎？可以的耶，這個一夾已經建起來，對不對？但是你油分嘅熱落去咬過，它都影響它的美觀呢。那我還是可以把它剪下來。做得。好，看剪好了了。好。哇哦！可是像安用從的時候，各位銀行還會買麼？做得。你要老太家講，這個是因為某些用誒，無所長未按的，對不對？那我是不是可以來品嘗甜美的果實了？做得。好嘛，你讓你收一條好不好？不是可以講嘅，可是某些用誒，而且也係豐肉誒，紅龍果。哇！你看到兩個色做的拿來當天然的染色劑，對不對？來吃吃看哦。是的麼？甜分嘟嘟好，還講呢，個水分又當多。我上擺啊去做火龍果，佢就講到，
它虽然吃起来你知道它不是很甜，可是啊，亚给底对糖分，要是用我们用蔗糖剂来看的话，它是很高的，对不对？吃火龙果我知道很帮助清肠胃。有树边的人哈，也好用。对肠胃来讲，其也好。真的。讲起啊，天然的红宝石。那我想问你，看到两个购置菜蔬干，你心里面会动感痛吗？有个会好摘的，有一两日来摘两摆，照顾自己都要本人舒适。然后你用的老己照顾自己，就会用的老用肥亏，对不对？糖果凤龙果伫年3天中嘅時節，肉淡腍，不過使到台灣過後，經過改良，無論係口感、甜度，抑係品質，都係經提升。你阿妹本愛吃到當屁股，台灣嘅農民真嘅唔係好笑嘅哦。哇，好香哦！海記，比到要做米頭就像真的不卡哎。改下做好色料。真的，哎呦，那種家的味道就是這樣。海記，你怎麼知道我喜歡這一味？大部分客家人都喜歡。香菇下邊白香炒出香味，高度入齊齊嘅豬腳肉，青味並入豆皮絲，倆就是愛情熟食又真中意嘅米線，無太多嘅香料，口又甘甜，食材又齊，搭配出本人食唔會夾嘅好米線。對，哎呀，捏，錯噶，你娘媽媽教我的嘛？我做個都曉，唔是人教。真假的？你9歲去搞就會飽？哎，我細細都懂不讀中的哈。肯定媽媽做的吧？沒有啊，我很厲害呢，我什麼都自己學的，懂厲害。可是像我對啊個菜包啊，其實都客家中當多地方都有食按樣的菜包。看我特別愛食到我家婆的菜包啊，有時是食到會餃子誒。像我家婆啊，特別過年過節家沒有包也不愛食。那你特別好真的不卡，一定會食到兩個。醬油酸真都不卡，料真的飽看到的。會有懂太料，這個料我不怕人家吃。真的。你有沒有曾經離開家裡很遠過，過去想食野菜包啊？想吃就做。那你好幸福。幸福啊！家你要像俺樣，去到那邊走條路，家你這樣提供食到兩種米，批到兩種米頭，有多幸福？倒是真的。一般嘅客家飯都係用食用嘅色素、紅花米釀做紅色，條道味嘅是係改用鳳龍果嘅肉、果子水釀色來做豬籠飯，到炸色就凍漿、凍上顏色。但整數嘅時節，真經係本人當其他哦。做真是嘞，小龍龍誒，俺娘媽懂食我吼。吐，米兩當色咯。哇！蒸出來是有沒有一些像烏梅的顏色啊？酸甜跟米稀本蒙都不像，就是這樣感覺。火龍果的個皮呀，皮，它就晚上一看就會追，哎呦，安巴，黏巴巴這樣子。就是按用中央的米头，我們來吃啊！你同學食了。很香掉哦，而且啊，剛它爆給了凍豆腐手啊，所以會有一點點爆漿的感覺。爆漿哈。這豆兩個感覺吃到好像在彰化，也像回到我的故鄉一樣。對啊。可是我發現到啊，火龍果干入了過後。吃到感覺滋味有一些增加口感啊的，其他的部分就火龍果本身的味道已經散體，對不對？對。你去搞好食醬整好，然後吃較辣嘅。人較較條。較甜。小小塊牛。你知道，就是這種味道，美食真的可以帶人回到自己的家。
求幼软嘅板皮包得熱土入嘅清香，料嘅好米絲，做出嚟讓冇辦法推理嘅米絲。呢時節生意氣嘅幸福真經係冇辦法形容嘅。接下來，紅兩個所能要做得做出物解無窮用嘅好料呢。面子轉來哦，唔則好兩個轉來啊！啊，你夾落嚟做料理，做得哦，好。夾落嚟落嚟。橋村梅太子，菜地客家人，講法東家，三個猶太，熱情開朗嘅佢，一拿起鍋鏟就停唔下來。佢吐嘆講，後生人自己唔記得自家嘅語言文化，故就做出一出又一出嘅秘密，因為佢哋物解清楚地很像故鄉記憶嘅秘密。客家空地色彩背後，老祖先嘅智慧，老全強朴實嘅精神。真係是，講下嘅富兩個老頂房裡，這樣嘅下橋係鐵白糖豆誒。真好心嘞！那麼你也先來學下嘅富兩個好不好？哦，各位咧，我嚟啲鋪一片，啊等白家稀都好。破一餅，唔是用錢。你說不是這樣子哦，因為這個超級軟的，一壓過去就發開了。白家開了，安尼較夾。接下來你要切丁狀也成用誒。切片嘛都得啦。嘿，啊能夠切啊都得啦。哦，好，剛剛嘅富兩個弄好，你現在是要做什麼？做醬啊。米奶汁。嘿，砂糖，加茶一桶匙都好。三個要加嘛？tomato 醬啊。係啦。加好，加嘛加咧。點咪醋。酸汁啊。酸甜。酸甜米線，然後攪勻了。等一下都會煮咖，是不是就要一起弄進去？是不是？唔免呢，佢啲破好多都夾啊啲呢。哦，然後佢當蘸醬，做在落嘅下鹽嗰前破過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走，你嚟。嚟破下啲咯。破下鹽哦。從下包太好，啲杯濃香化開來，撈長度嘅奶液清香過後，加到嘅鹽、片啲粉，強強嘅攪勻，並入攝氏170度嘅油鑊底度，泡到變色就做得咧。起鍋之前記得先瀝走踢到嘅油，真為自人嚟講，按樣調出來嘅米絲，唔但將做得入到鹹肉底度，口感還較嘅成牙又清爽哦。先不用一系列往裡哈，好，好。用點火龍果。用一些火龍果，好。下點咁落去。好。現在放醬料對不對？用幾多誒？用一般好嘞。好。哦，也係加一些生菜沙拉、美生菜泡。美生菜咪真好食。對嘛哈，會攪啊嘛。攪都好。按樣就好食。哦。醬呢？顏色真經凍醬誒。本上冇人煮安尼啊。你用邊的出按醬。蠻的香啊。好啦，剛才大家擺盤一下，這就可以上菜嘍。好。原來啲下橋和動手嘅時節來攪，沙拉醬將做得圓圓包啲所有嘅食材落杯，擺盤過後衝出來嘅香味，啲空氣底度飄定，接下來學做鳳兩個茄苳肉，鳳這位撈長這位切塊，滷好嘅茄苳肉，加嘅麵粉撈佢烤一下嘅，並入到太陽嘅攝氏180度嘅油鑊底度圓圓變一下嘅。到長長嘅時節，撈佢起鍋，瀝走油就做得咧。呢時節我用高溫燒香牛米，雞肉食起來將做得又軟軟又唔會澀，催發出還較有層次嘅米絲經驗哦。我想做富兩個還做得做很多熱的菜色。哦，各位咧。嗰個點點酸甜嘅香。好，姜嘛。嫩姜，對，做嘛一個一個冰啊？安尼米土當炒出來啊，米絲啊，一個一個被炒成米絲啊。係啊。你切咖干有開穿糖啊？冇咧。香港你愛聽，加茄苳肉已經有了幾先，火鍋嘞。它的雞肉多落去。可是這樣我們不用再調味嗎？還是剛才滷呀嘅茄肉已經有料誒，有米誒哦。加上一點嘅醬落去都好。好，富兩個啊，
红色的，等下泡出来谁一定会懂讲哦。哦，这个香。可以喽，我要放火龙果、红龙果喽。哇哦，第一摆吃到安尼，哎，真给是懂讲哎，红啾啾哎，看起来小朋友应该很爱吃。哎，好，香哦。今日行嘅老天数老给聊起来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太棒了，好香哦！哎，你看按钮的颜色啦，迄个那个法式料理啊，迄意大利式的料理，地都叫我想讲哦，两个该吹是马上看过，没想到迄安利客家种嘅吹耶！哎，上桌，来你品尝看呐，来你，好。哇，陈美记还有太个上多冇上到呀个火龙果啊，做得变出按多种的菜色嘞。哎，做得。对啊，好，我你先来设定下几好冇？试试看哦，也有下盐啊，卤蛋一片呀个火龙果来试看啦。有一首歌曲我都讲。酸甜跟米稀本梦都会上，就是这样感觉。酸甜酸甜。哎呀，不想到多两个凤龙果啊，刚去煮出来过后，我以为它会散掉，可是没想到底下它一样是入口即化。做得。这样嘅嘿，哦，草东都抢菜抢下哦吼，抢这位凤这位，还是咧包的有肉都俩到味的哦，我来吃吃看呐哦。老俩种的感觉香哟，老等一个牛香下色啦，我就讲，哎，为啥一个牛会有一些看有一些，可是凤牛果要给包蛋吃后讲较清爽。200吨买狗吃，给他做的老宁下狗做安尼做啊？你能够会买哦。对啊。我种很记吼，很色较好。现在。很色啦，啊那讲，总经讲都色又好重的，都拿来料理是可能。佢講如何做嘅吧？料理啊。係睇住人嘅希望嘅，紅紅嘅人。火龍果嗰個皮呀。皮。皮哪裡剪了？哎呀，真的是吞得下去嗎？然後是唔切。啊，唔會啱啱嘿。唔會。真的。我想買拿皮的煲湯誒，煲雞湯誒。哇！要醬呢？誒，真勁呢！有那種沖嘅。包誒嘛，cái醃製的酸梅還是什麼都可以用的，來吃吃看啊。很軟哦，凍軟呢唄。唔咁樣啱，唔會嘛哦。唔會。而且我發現啊，鳳龍果的皮它有果膠哎。對啊。它就我是弄一乾你會追，哎呦，安巴黏巴巴這樣子，可以拿來敷臉吧。等下他洗，你对面的敷风。佢一邊講邊講邊關公。當多人聽錯唔對，鳳龍果除體上色，規則嘅行動有用處哦。談講皮嘅發起酥，唔但將做得康樂，還做得本人變強，好處當多。用來料理都係柔軟嘅口感，食唔但嗆嗆，還個又有好味絲。其實要擺落都總吧，我覺得真嘅懂驚喜，你知道嗎？翕個個節目啊，翕了5年嘞，來一個總吧，5隻數字算得出來，將來個200聽聽，都要擺落啊！真嘅發現哦，都好呢年呀，特別因為按到客家人，特別來到一個強苗間下，早晨來間下，按到阿婆叫他講客家話，我真的嚇到，按到都挨轉都挨不開，真的。幾好時都喺爭草創的時候，會懂辛苦冇咧？哦，懂辛苦哦，我大概都要拜託佢講參加客家學會好冇？誒，做乜搞拜託你啊？哎呦，拜託佢啊！啲客家人肯拜咧有力量啊！呵，大家團結唔能夠有力量，一世人嘅力量冇啦。個睇下會用會行出來係冇？唔想去參加。小朋友用啊，行做家業嘅做啊，對，一特別講。無限啊！港中無限啊！客家人本身攏出去講嘅，
伊拢冇讲客家年嘛，死客人啊！哦，唔咩啦。你啊，好老总啊。好多种本上阮讲安尼客家人安尼。所以你会讲唱出来，对不对？本上你要想讲外面，出去都唔敢讲客话，你要讲安尼。可是我觉得客家人并不可耻啦，因为客家人好棒，好啊。真嘅，安用清楚。不光係客家人啦，仲有認同自家嘅血脈地度，係馬啥咧？對啊，而且全部見過按人當初好定要留一嘅後生嘅就進入來，因為也好眼看佢都係各自研究下，實啲古早嘅眼早晨大早以前佢家天時今日條正經東來，佢就都嘅拍錯，咁佢講按部條件行而去種的，行而買嘅除草是不是？可是你按用做有你少唔冇？有啊。今日伊來樣樣會講咧。過路嘅人吼，因為大部分都好多種人嘅，像啊啲空客人啊，空客人啊，能個人種啊，種草啊，係安尼土地吼，像我喺講中也是愛忙各自忙中，愛買草子先買，來落年來吼先歸來，將來種嘅東西，還是因為講土地呐較健康吼，因為種嘅果子口感啊。品質就較好。咁你看到按太按醬嘅果子，咁你會吃東歡喜冇咧？會吃嘅呢。我深深知道，你正經係一陣不愛當然條標題嘅立場。兩位嘅人，到時就當調出，當電影下，細細嘅翻做蛋糕，乾通頂嘅係二年無邊無順嘅田野，料理嘅背後係土地嘅故事。恰太高嘅堅持，種出來又大又香甜嘅果子，春梅子嘅烤食，變化出康定記憶嘅好味絲。家頭做啲無窮用嘅方式，寄託本家鄉充滿定希望嘅真情和愛戀。天體生態多樣性嘅概念，漸漸地散開來。對年代全部留記曬槍槍，都留下愛保持平凡嘅生態面，變作係大家留下當實力股，愛保持嘅飲食理想。當歸是當歸嘅食材，未係留下時代嘅主流。無論係老店嘅米米，也係當風味嘅鳳龍果，特別嘅料理美食，都層層嘅詮釋出山體奮鬥嘅澎湃，還有風味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種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分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。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清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十半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